第25章第1節，亞伯拉罕閣娶一個某，名叫基土拉。基土拉甲伊生心蘭、約珊、米但、米甸、伊示巴、蘇亞。約珊生示巴甲底但，底但的子孫是亞述利族、利多士族甲利俄米族。米甸的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洛、阿比代、以力代，這個攏是基土拉的子。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予以撒，亞伯拉罕將財物分予伊這個細姨的子。趁伊本身要活的時，找因離開伊的子以撒，去當時到東邊的地。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歲。亞伯拉罕食長歲壽正做老人，年歲滿足，長氣死，倒走。伊的子以撒，以實瑪利將伊埋葬佇麥比拉的穴，這個穴佇萬里的頭前，赫人所殺的子以弗倫的田中。第10節就是亞伯拉罕對赫人所買迄區田。亞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攏埋葬佇遐。亞伯拉罕死了後，上帝賜福予伊的子以撒。以撒活近比珥拿海來徛起。亞伯拉罕的子以實瑪利的細歲記佇下底。以實瑪利就是撒拉的女婢埃及人夏甲對亞伯拉罕所生的。以實瑪利這個子的名，照伊的名字細歲親像下底。以實瑪利的大子尼拜約，閣有基達、阿德別、米比三、米斯瑪、杜瑪、瑪撒、哈代、提瑪、以tud拿菲斯、基底瑪，這個就是以實瑪利的子的名，照因的鄉村、營寨，做12族的族長。以實瑪利一生的歲壽137，開長死就倒走。伊的子孫住佇哈菲拉，到埃及頭前的蘇爾，要去亞述的路，徛起佇以正兄弟的頭前。亞伯拉罕的子以撒的細歲記佇下底。亞伯拉罕生以撒。第20節，以撒娶利百加做某的時，拄啊40歲。伊是巴旦阿蘭地的阿蘭人比土利的查某囝，阿蘭人拉班的小妹。以撒因為伊的某無生囝，退伊祈求耶和華，耶和華允准伊所求，伊的某利百加就懷孕，囡仔佇伊的腹內3歲，伊就講：若是這款，我未使安尼，就去問耶和華。耶和華甲伊講：兩國佇你腹內。兩族要對你的身軀出，這族要較強迄族，是大個要服侍是細個，生產的日期到，果然腹內是雙生的。頭一個出來的，身體紅紅，通身軀親像皮仔衫，就甲伊號名做以掃。第後伊的小弟閣出來，伊的手牽以掃的骹後墊，就甲伊號名叫雅各。兩個囝出世的時，以撒拄啊60歲。兩個囡仔漸漸大，以撒熬拍力，常常佇山野。雅各做人恬靜，常常住布邊內。以撒疼以掃，因為常常食伊的野味。利百加疼雅各。有一日，雅各煮湯，以掃對山野倒來，野先告急。第30節。以掃對雅各講：我真野先，求你用這個紅的湯給我食。因為安尼，以掃野名叫以東。雅各講：你今仔日用大囝的名分賣給我。以掃講：我都要死啦，這個大囝的名分對佇我有啥利益？雅各講：今仔日你就對我咒詛。伊就對伊咒詛，將大囝的名分賣予雅各。雅各就將餅甲紅豆湯予以掃，伊就啉食，起來做伊去。這就是以掃看輕大囝的名分。